先来关心国内消息，咱台湾头一粒家己做的气象卫星大风车，本地早日是要伫咧圭亚那太空中心发射，却是临时取消。今日早起9:36，火箭才顺利升空，预计下暗8:56就甲台湾地面头一届联络。望未来是当利用大风车提升风台甲气象的仪器。3、2、1, top! Allumage P80, décollage. 要甲火箭发射升空，飞向天顶去。工作人员掠荧幕紧看，直前，希望火箭第1节到第3节顺利脱离了后，卫星嘛会当像按算的同款，顺利入去轨道。Confirm me. And there we go. 阵阵的扑克声，大家是满面笑容，因为等真久，大风车卫星总算顺利入去轨道。好事多磨，还是这一句哈啊，咱的这 Triton 已经顺利的进入，看起来是进入轨道。然后我想今天晚上8点会跟太空中心的这个地面操控站做第1次的通联。代志要成功无遐尔简单，因为原底台湾时间7早起，大风车就要搭阿里安公司的马甲火箭，伫咧圭亚那太空中心发射。不过发射进前的14秒，发现有感测的数据超标，才会延期2天。亚利安公司他们有发现到有些监测的数值超过了他们容许的值，那究竟确切是哪些数值？他们又是如何排除呢？这方面他们并没有做详细的说明。这个也是给我们上了一个非常好的课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做一个大型系统，事实上必须要细心、耐心跟坚持哈。大风车卫星是台湾头一粒家己制作的气象卫星，其中挂载台湾自主研发的 GNSSR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反射信号接收仪，会当执行海面风速观测的任务，提供全球有关风台、剧烈天气等相关的监测。其中有82派的关键零件，拢是台湾家己制作的，嘛展现台湾伫太空科学研究的量能。量测海面的风场，补足这个气象量测资料的一个最重要的缺口。我们大概设定是在印度洋、大西洋，还有太平洋比较偏低纬度的地方，至少5年以上，它可以提供非常重要的宝贵的资料。不过顺利入去轨道，敢若是大风车卫星头一步尔。伫开机了后，也要做电力系统、卫星姿态等各种的检查。按算暗时8:56分，会甲台湾的地面站进行头一届的联络。经过几项详细检查甲测试，才会当正式来执行任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